透过议员刘维英的媒合，上述批发零售的在地企业，历经捐赠20台轮椅，予南区明良里照顾关怀据点等5个单位，希望借此抛砖引玉，以实际行动关怀社区的长辈，予有需要的民众会用的就近来借用。今天特别感谢安思达公司孙世伟董事长捐赠20组轮椅给我们需要的一个社区。那我想轮椅对于这个地方来说，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我们关怀据点还有长照的一个部分。其实因为家中其实很有这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在据点包括在这个出入的时候，其实偶尔都会需要用到辅具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也特别感谢孙智慧董事长长期以来不止其实在这个轮椅的捐赠，其实在很多大小的场合都看到他默默付出的身影。那我想台南市就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所以是一个很温暖的这个城市，所以在这边再次感谢孙董事长。这是一个因缘际会，想说取之社会，用之社会，那我们也努力的在回馈社会。那社会是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资源的。那希望我的抛砖引玉可以引起更多人的资源、更多人的关爱，让我们的基层有更大的温暖。那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会很努力的把经济复苏，有更多的人力可以捐赠。捐赠仪式选在南区明良里活动中心来进行，社会局长陈英基嘛亲自出席，并且颁发感谢状。局长表示，社会关怀除了政府的支持，嘛爱善心企业的小听，希望透过民间资源的投入，会用个互更多市民来受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